续来到台南玉井的仁爱街，有一栋文化大楼，1楼的娘跳，互地动摇甲歪窜。啊，这个壁堵有几哪个所在，阿妈头落落来，更紧是看现，水管嘛断去，水是大管安尼1、2楼，厝户是透明来撤离。6层楼总共有26户，目前是安置伫的玉井国中。厝户真希望会当转去，因为有真侪贵重的物件拢未付退。 大楼的中间歪角起错，太路落轨涂骹，南门空壁明显可以当看到必顺的情形。那牛跳大楼内底壁堵，同款挡袂过大地灯，阿门头大面积崩落，铁机啊拢看现。当然嘛烦恼啊，哪讲？没地方住啊，担忧啊，里面的东西都没拿出来呀。因为我的住家就是之前那个02、06那一次105年的时候，也是损失蛮惨重的。这次也是比之前更惨。住户是心惊胆吓，因为今仔日半暝12点外，困到一半熊大地震。 一栋伫台南玉井仁爱街6层楼高的大楼，真侪位所在拢受害。台南市土木技师工会呢，第一时间呢就来到了现场，要来进行这个勘查跟丈量。家在住户拢走出来，无人掉伫内底。施工大楼有崩塌的危机，起火监管随撤离全部26户住户。目前为止啦哈，就是讲结构补强的部分应该还算可以维持。那但是长期的时间哈，等讲过年前这段时间，咱要求公所这边将来做安置。市府表示讲，将会要求区公所伫过年前协助受到影响住户安置的问题。是讲这个大地震受到影响的，有探往南西区的德惠桥。 路边有凹坑，也有泥坑。港务局的警员今日透早随来到现场检测修理，而且将单向的车道封起来，赶伫咧上短时间内恢复交通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